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又係做運動嘅時間，坐喺度伸直腰放鬆，兩隻手咧攞嚟前面先，手掌對住前面啦嚇，手指相對喎，跟住大幅度轉個手臂嚇，令到咩咧？手指向到地下，跟住來回做咯喎嚇，係一個手臂旋轉嚟嘅嚇，手臂咧依然係提起緊啊，手心咧好似有個轉動咁樣，令到咧手指向地下，手指相對來回做就得㗎啦。OK 嚇，5至10次之間啦。OK 嚇，做完之後咧就垂翻隻手啦嚇，放鬆一下。第二個動作啦就係攞起隻手嚇，手心向自己先，跟住另一隻手咧幫佢托住高少少嘅位置嚇，盡可能嗌佢唔好話上面嗰隻手咧就輕輕揸住拳頭，好似用力敲門咁就得㗎啦。OK 嚇。咁使唔使好高速咧？咁樣如果你做到嘅話咧，就嘗試下做啦，係咪 ？OK 嚇好另一邊攞起手先，曲手，跟住另一隻手托住佢嚇，盡可能叫佢唔好啦，然後用力敲門啦。OK 嚇，當然你唔好真係撞到嘢啦，係咪 ？OK 嚇，你可以高頻來回速度咁樣去做嘅，但係個手都唔好撞到自己喎。OK 嚇，好 OK， 好啦，聽定先啊，單邊手扶住張凳，另一隻手咧垂低嘅。跟住我哋鬆肩戚起嚇，單邊膊頭嚇，鬆肩鬆肩鬆肩，一路鬆嘅時候咧，你個人咧就會斜斜地啦，所以下邊嗰手咧扶住啦，記得啦嚇 ，OK 嚇。呢邊腰咧就會做到個拉扯感覺 ，OK 嚇。好，做完一邊就放鬆，跟住相反捉住另一邊先，然後呢隻手就垂低啦，跟住戚高膊頭，一路戚盡可能戚高啲嚇，跟住咧個身咧自己就會斜斜地，跟住呢邊咧會拉得好少少啦嚇 ，OK 拉鬆佢 OK 嚇。好，回翻嘅時候咧坐翻正咯喎，做多一次啦嚇。鬆肩令到咧單側呢一邊嘅位置咧就會受惠到啦嚇。好，到腳部分動作啦嚇，我哋提起隻腳，跟住兩隻手咧係拍大髀後邊 ，OK 嚇，你可以來回兩邊做嘅，即係咁做下OK。呢個係帶氧運動嚟嘅嚇，如果你能夠做多啲咧，咁你可以做啦嚇。隻腳唔使提到好高嘅 OK 嚇，個身可唔可以就一就咁低啲咧？咁樣嚇，盡可能坐直啦我哋嚇。好，俾多兩次。OK， 好，停一停啦嚇。最後一個動作拍埋少少腳先，我哋攞起腳嘅時候翹起掂到就得㗎啦。一擺低擺咗上嚟咧就可以放翻低㗎啦。OK 我哋唔係翹實腳嘅 OK 我哋只係提供翻呢個功能俾佢嘅啫。OK 如果你唔係成日翹腳嗰啲咧，可能難啲翹咧係正常嘅。OK 俾多次嚟啦。OK， 好，今日啲動作咧暫時咁多先。如果你未訂我哋頻道咧，記得喺我哋頭像嗰度咧撳入去我哋頻道，撳訂閱嗰個掣，撳埋通知嗰個鐘仔咧，聽朝我哋繼續出片咧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咧，就一齊做運動啦。